因疫情，议会定期会除了决议先延期到5月28。议长郭信良进一步表示，因应议员对民代工作需要接触人群，属于高传染风险，透过政党协商，嘛决议进行全面筛检。针对民意代表的普筛我们也跟议长建议说，因为民意代表事实上每天在外面跑，是一种带状性的一个传染的导演。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高危险群的民意代表应该做一个普筛，也让民众知道说我们是健康的，让大家跟我们接触之后无虑。所以议长也能够因应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议长也决定说，台南市议会会跟卫生局配合，然后安排一个时间来做一个全面普筛。今天议会还有党团协议就是那个民意代表已经要全面普筛了，这个协议是很好，因为那个议员在跑行程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到处跑，如果议员得标，那民众怎么办？所以今天议会通过这个议员要那个全面筛检自己以身作则。我们是民意代表一个高风险群，那我们也要求台南市政府和台南市议会所有议员呢全面做个筛检，让市民能够安心。安排最近的时间呢，再做一个筛检，因为我们在中西区、安南区、永康和西宁呢要做个普筛站，那么全面来做高风险群的做个普筛，那一同呢做一个加以的检核让市民能够安心议长除了请卫生局协助议会民代甲高风险的工作人员尽速办理筛检，市长嘛表示已经动手设立筛检站，会尽速安排筛检作业，让市民安心。不过评估这款做法的效益，也是持保留态度。快筛是要筛检出在热区里面还有黑，有没有已经确诊的黑数，是要筛检那个东西。快筛有伪阳性跟伪阴性的。快筛的试剂一剂大概300-400块，快筛啦，但是因为不准嘛，所以说比较准一点。对了，裁剪就做 PCR。疫情发展快速，议会期待市府借着普遍筛检，找出潜在风险，让台南真正成为一个幸福好徛起的城市。台南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